今日歲次丙午年乙未月壬寅日，農曆6月14小暑，第11日屬於小暑節氣最後獸尾，即將交接大暑嘅關鍵過渡期，亦是夏至後第28日，重要天時節點。今日所有九宮飛星拆解五行旺衰，推演節氣雜氣調行、方位色彩調運技巧，全部100%跟足蘇文風港式正宗玄空體系，參照流年九宮飛星實戰、五行色彩雜氣調行、八字與風水互通三大核心學理極藏。2026丙午下元九運固定飛星盤人物真實干支格局雙重推演，內容有理有據，絕不隨意杜撰，全篇完全貼合香港高層物流、新界村屋、街鋪門店、寫字樓、辦公室嘅本土氣場，專為港澳海外華人打造，適合大家每日順應天時調整擇步穿搭與心態，疏通濟氣，穩固財立，順暢人緣治意。踏入7月27號壬寅日，天地五行氣場，迎來小暑，無期難得轉機，徹底擺脫連日火土厚重、鬱滯沉悶、思維拘禁、財氣封藏嘅崩勢，正式進入水木泄秀、燥氣疏通、靈思舒展嘅清爽旺局。無論你係居家生活、寫字樓返工、打理實體生意、自由壯耀，今日都能明顯感覺狀態大幅提升，往日嘅煩躁內耗、做事拖沓、思路卡殼通通消散，大腦轉數飛快，靈感源源不斷，處事靈活變通，積壓多時嘅工作難題、複雜嘅客戶對接、店鋪債務盤算、生活零碎矛盾，今日都能快速揾到解決方案。係小暑收尾極為難得，利於突破、利於落地、利於增收嘅優質吉日。但文風成日講風水格局從無純吉無凶，旺勢之中必然暗藏隱患，今日都不例外。好多唔熟悉五行深層變化嘅朋友，見今日水木通透，思維靈敏，遍地商機，就走入調運誤區，肆意放大水木氣場，大面積穿戴青綠色係衣物，企辦公室隨意擺放大量木質家飾工藝，擺件大型綠植。但大家一定要記住，今日年月基底本有火土燥熱厚重，過度堆砌木氣只會適得其反，造成木氣慘爛，持續生火助燥，最終形成木火耗身財多身弱嘅失衡殺局。落實到現實就係最可惜嘅狀況。今日財運機會滿滿，跟單回款獎金兼職收益，人情商機層出不窮。但錢財得快走得更快，突發應酬臨時開支衝動消費接踵而來，明明到手嘅利潤最後無端消耗殆盡，真係恭喜你，滿腦子經營妙計，滿手絕佳良機，最後輸在氣場失衡，辛苦一場只賺機會，留唔低半分積蓄。除此之外，木火過旺都會擾亂情緒人緣，令人心浮氣躁，內心全無，脾氣反覆，同人溝通容易語氣生硬、急躁衝動。簡單嘅工作對接、家人相處、客戶洽談，都會因為一時情緒失控，衍生無謂爭拗同誤會，令順事變咗好事多磨。好多人以為係自己定力不足、性格問題，其實不然。文風反覆強調，人嘅情緒與選擇永遠被天地幹之雜氣格局牽動。今日水木適度則思維通透，木火過盛則心性浮躁，格局利弊共存。關鍵唔係硬扛，而係懂得用金水制衡，拿捏五行分寸，先可以做到靈思充足、處事穩重，有才能賺，有才能守。我哋先從最權威嘅干支五行旺衰拆解，完全遵循文風實戰八字平衡邏輯。今日四柱丙午年乙未月壬寅日，絕主壬水為江河大水，主智慧、主思維、主靈動文風核心論斷名言。壬水日主生於小暑未月，先天弱勢，未月燥土當令火氣如熱陣慢，天地火土克水，燥氣耗水，令壬水根基薄弱，氣力不足，故此小暑尾壬水。最喜金氣生水扶身，此起水氣印燥固本，靠金水強化自身氣場，先可以承擔滿盤旺財。同時適量木氣可泄秀疏滯活化思維。若絕忌木氣過盛，木多無制則瘋狂生火，火為壬水財星，最終形成財多身弱、有財難守嘅禁錮格局。逐處拆解，格局更清晰。連處丙午雙火臨位，偏財正財雙雙透出，預表今日財星極旺，商機密集，進駐渠道多元。無論固定薪金、店鋪利潤、舊單回款、意外獎金，都有充足旺財機會。月柱月未燥土當令，官星厚重，既能適度管束旺火，亦會持續克制壬水，加重自身氣力消耗，令做事暗藏壓力，臨碎流程增多。
日主任人係今日最大亮點，壬水助人木食神，柔順泄秀，疏通年月堆積嘅厚重燥土，打破前幾日嘅思維死板處事被動，將鬱滯氣場轉化為靈動思路呢，就係今日靈感爆棚、處事順暢嘅核心元兇根源。但寅木亦是雙面刃，寅木與流年午火半合火局，一旦後天木氣堆砌過多，就會觸發火氣暴增，無節制耗泄壬水，好比江河遇高溫暴曬，水源持續蒸發，最後水勢不足，難成萬物。最應人云就係機會滿載，卻無力守財，徒勞無功。文風有句經典實戰口訣，完美總結今日格局。未月壬水，喜金扶身，喜木開力，忌木繁生火，忌火土搭燥。適量木氣係解藥，打通思維，活化人緣；過量木氣即係毒藥，生火耗身，散財耗福，擾亂心性，收微。嗰陣千萬要留守啊！風水調運從來都唔係越多越好，分寸取捨先係實戰精髓。一味堆砌旺氣，只會適得其反。今日五行用神層次分明，絕對唔可亂用。第一核心用神為金氣，對應白色、銀色、淺金色金屬質感擺件。金能生水，固本強化成財能力，化解財旺身弱，穩定心數。第二戶再用神為淺藍純黑色水系，直接補充壬水本氣，潤化小暑燥氣，穩定思維判斷。而兩大禁忌必須牢記：第一大忌大面積青綠草綠木色系，木旺生火耗水，直接導致心燥散財、人際拗撬。二大忌大紅橙紅戀中火土色，係火土搭燥黑水，加重格局失衡，令判斷失準，衝動消費。大家一定要擺脫固化調運思維，每日五行格局輪轉，無一重複。前幾日需要潤土溫局透金，今日格局鐵底逆轉，用神變為金水為主木氣，敢可點談？死守舊日方法，只會錯失旺機，加重失衡。講完干支五行，我哋深入文風講釋元兇核心。2026丙午下元九運流年飛星盤，搭配今日壬寅水木歲氣疊加共振，逐功拆解宅氣吉凶與實戰調行方法。所有內容專屬香港物流鋪頭寫字樓氣場，脫離網絡通用套路。2026固定飛星格局清晰，東宮一白正東，八白正財。東南九子喜慶，正南五黃毒殺，正西三碧是非，西南七赤破軍，正北六白偏財，東北四六文曲，西北二黑病符。今年全年火燥打底，小暑未月土氣未褪。今日水木入局後，木入宮則生火助燥，今日吉潤燥扶身，其中四大方位直接決定全日運勢好壞。重中之重係正東八白正財宮，八白燥土，主管穩定薪金，主營利潤，長線儲蓄，係根基正財位。八白土本就黑水，先天對壬水日主不利。若正東堆積大量木質，加之大型綠植青綠擺件，就會觸發木生火、火生土嘅連鎖殺局，令八白燥氣翻倍，財富淤塞，最終出現生意好、收入高、存唔落錢嘅殺價局面。若費無謂開支，不斷消耗利潤。文風專屬化解方法，簡單實用，即刻撤走正東多餘木綠飾品，改用白色、銀色、金屬擺件，以金泄土，以金生水，疏通財位，濟氣穩固正財根基，守住辛苦所得收益。第二個黃金旺位係正北六白偏財宮，六白屬純金，係全屋最契合今日用神嘅吉位，專掌橫財獎金、舊客回款、意外商機、貴人紅利。正北保持乾淨通透、明亮整潔，搭配白銀淺藍軟裝就能形成金水雙生旺局，源源不斷補助壬水，絕佛體成貴人運與偏財運，讓大家有能力接住旺機，守住收益。反之正北雜亂陰暗，堆綠擺紅，金氣耗損，旺機漏走，滿眼機會都難化為實利。第三個密神位係東南九子貴人宮，東南屬木，九子屬火，木火天然相生。今日壬寅木氣加持之下，火氣過盛，貴人易燥，合作洽談容易反覆條款多變，進度波折，故此東南千祈唔好再加綠色暖色擺件，保持簡約清爽淺色為主，降溫潤燥，穩定貴人氣場，虎將合作順利落地。第四個被殺位係正西三碧是非宮，三碧屬木，今日全屋木氣本就偏旺，正西再堆木質雜物舊物厚重木具，會令木氣鬱滯成煞，滋生口舌是非，職場矛盾，親友誤會，無風起浪擾亂人緣。至於正南五黃西北二黑，今日雖非重災位，但火土燥氣未消，切忌動土堆雜物加重暖色，絕免毒氣擴散，招惹麻煩。綜合飛星與干支雙重體系，
今日格局一目了然，優勢在水木泄秀，思維通透，機會遍地。隱患在木火過旺，財旺身弱，守財困難，心性浮躁。絕搏破局方法就係金水印局，收蛇木火，疏通九宮燥氣，再極能小暑收尾節氣。參考文風節氣風水實用篇，拆解天地大氣。呢個細節極易被忽略，卻深深影響全日宅運與身心狀態。小暑尾段最大特點係日燥夜潤，感熱夜涼。日間陽光猛烈，空氣焗熱燥滯；夜晚氣溫回落，濕氣回升，氣候清涼。香港住宅大多密閉細小，冷氣長年開啟，日間長期關窗會將室外火燥淥氣鎖死屋內，令全屋燥氣堆積，木氣肆意發力，人心浮躁。夜晚唔及時關窗，寒濕之氣入屋，形成晝燥夜寒冷熱割裂嘅失衡氣場，完美對應壬寅日晝間木火燥盛，夜晚金水偏寒嘅特質。呢種氣場割裂導致大家日間急躁衝動，亂使錢做事出錯；夜晚思慮過度，猶豫內耗，難做決定，運勢自然反覆波動。針對呢個鑑顧節氣氣場，陳文峰專門為香港人居環境定製零門林調宅方法，人人可做純調氣，零風險第一。日間定時開窗通風半小時，散走屋內囤積嘅火燥淥氣、多餘木氣，避免燥氣鬱積生火耗財。夜晚及時關窗，阻隔深夜寒濕，穩定屋內氣場平衡。第二，客廳、辦公桌、收銀台等核心聚財位，主力使用白銀藍黑四色軟裝，綠色只可少量點躉，絕唔可以做主色。從根源收拾木氣，杜絕燥氣滋生。第三，全屋木質架收大型綠植集中擺放，唔好全屋分散擺設，避免木氣全面擴散無制生火。第四，及時清走雜物、灰塵、廢舊物品，雜物鬱滯加重燥氣，阻滯財氣，擾亂心態。清潔空間就等於清煞順氣，穩財納福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穿搭色彩調運，完全跟隨文風五行色彩理氣學，精準匹配今日格局。今日返工見客簽約經營社交，優先着白色、銀灰、淺金、深藍、淺藍、純黑色，以金生水，以水扶身，補足日主偏弱氣場制衡過。旺木火着對顏色，你會頭腦清晰，判斷精準，心性穩重，內心充足。面對賺錢機會冷靜把握，面對消費誘惑理性克制，面對人際相處圓潤得體，真正做到有機會有收益，能守住。反之，大面積穿戴青綠草綠色系就等於自帶旺木氣場，全程生火耗水，心浮氣躁，講話衝動，花錢隨意，明明穩贏嘅局都會被氣場拖累。真係恭喜你！天時送旺機，自己耗財氣，同時都要避免大面積紅橙暖色、黃中土色雙重加重火土燥氣，強化財多身弱嘅弊端，令運勢大打折扣。跟住拆解今日四大得天時合，九宮氣場最順嘅旺運生肖，分別係猴雞鼠、豬屬猴、屬雞朋友本命屬金，完美契合。今日核心用神天然金水扶身制衡木火。今日思維靈敏，反應超快，處事得體，自制力強。處理工作對接客戶，打理生意事半功倍，唔會無謂散財，輕鬆接住滿盤旺財。穿搭多揀白銀藍黑，旺運效果加倍。屬鼠屬豬朋友本命屬水，直接補足日主根基，化解身弱弊端。今日運氣順暢，貴人常現，舊正易收，新單易接，能夠將所有潛在商機轉化為真實積蓄。正北財位保持乾淨明亮，更能放大聚財旺盛。而木氣偏重嘅屬虎屬兔朋友，今日必須低調穩守，切忌冒進，減少綠色穿搭同屋企木質擺件。你哋本命木旺，再遇壬寅木日，雙木搭家，極易生火燥局，容易心躁衝動，大手消費，草率做決定。千祈唔好做高風險投資，大額轉賬，隨意簽風險合約，否則真係恭喜你，辛苦積蓄容易無謂流失，滿眼機會終成空。最後同大家講今日四大核心禁忌，全部係文風數十年實戰精華，避開就能守住90%旺氣。第一，切忌大面積青綠木色係穿搭與裝飾，木旺生火耗水散財，招惹口舌拗撬。第二，絕忌滿屋紅橙暖火，黃中厚土堆砌，火土搭燥，克身耗財，判斷失準。第三，正是西山壁，東南九只亂堆木雜物，大型綠植，木氣鬱滯，滋生是非，貴人反覆，合作波折。如四，日間長期密閉，唔通風火燥團屋，心態浮躁，自控力下降，間接破財。只要大家遵循金水扶身木氣點，整夜通風穩守戒燥嘅核心原則，及時投醒穿搭雜步與心態，就能完美拿捏
今日格局保留水木泄獸嘅思維優勢，化解木火耗財嘅隱患，做到思維順、人緣順、財運穩，有得賺有得留。整體總結7月27號壬寅日元凶格局。今日係小暑收尾，水木泄獸，火燥偏旺，財多身弱嘅調行吉日。團月火土厚重，日坐食神通透天時，與我哋靈感機遇人緣與突破空間，卻暗藏木火耗身，守財困難嘅運勢陷阱，全日吉凶。關鍵不在木火，而在金水是否到位。陰水充足則思維靈活，情緒平和，財富牢固，事事順遂。木火過失即機會滿滿，積蓄難存。人際易有波動，猴雞屬豬4大生肖得天時護持，最易順氣破滯，穩財聚福文風。成日講小暑五行日日輪轉格局，日日更新，調運從來唔可以偷懶抄舊，日日跟住干支飛星節氣三者同步調整，將可以持續順天時，避祿煞穩，財運行好運。大家可以留言自己嘅生肖，接住今日金水印局，思維通透，人緣平順，守財穩運嘅專屬旺氣。記住訂閱頻道，每日跟住文風正宗港式元凶飛星拆解，日日精準調運，步步透吉。我哋聽日再繼續拆解全新一日嘅天地氣場。